虽然这228事件已经过去76年了，这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除了伫咧全台湾头一座228纪念碑头前举办追思纪念会以外，搁伫咧纪念馆内面展览嘉义地区228事件的不计规矩，希望这段历史会当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。 徛伫228受难者相片头前献花伫嘉义市228纪念馆内底，当日举办不遗余力的展览，希望用地点的表现来呈现事件的过程。地点来时，就是讲会当区分到每一个地点，伊伫即个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代志，嘛会使将这其中有4、5个地点会使当作228个。 不义的遗址就对啦吼。嘉义地区228事件当中，有27个所在发生无同程度的冲突。嘉义228纪念文教基金会毋但甲地点整理出来，嘛展览迄当阵的相关文件资料。当然，靖安这个特点是嘉义市，但是这嘛是反映做迄个当时228事件，就是3月这个大屠杀来这个。 甲这个随情倾向，这拢有关系啦。除了展览以外，嘉义市政府甲228纪念文教基金会嘛伫纪念碑头前举办追思纪念会。基金会表示，希望历史袂去互放袂记，慢慢会阁重演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